呢場迷你倉長命火越燒得耐，外界對消防指揮嘅質疑就越多。所以我唔希望有啲咁嘅傳言，係令到我哋嘅前線嘅同事所做嘅艱辛同埋努力，係換嚟一啲咁無理嘅批評同指責。火場內部想曝光，消防工會反擊外界指控。斷命4級火燒咗幾日，呢幾張火場3、4樓嘅相，睇到鐵皮燒到溶晒，石屎剝落，磚都露晒出嚟。隨住第2個消防員殉職，外界批評消防指揮嘅聲音就越大。多個消防工會星期5開記招，幫消防處講翻句嘢。喺呢個火警裏邊，喺我記憶所及，係香港差唔多有史以嚟其中一個最困難嘅一個火場，係燒到5顏6色，即是話俾我哋知裏邊嗰個環境係千變萬化，因為有唔同嘅物料喺度燃燒緊。話火場入面有200幾個細倉，用鐵皮封實晒，又堆滿嘢，淨係冷卻都要用好多時間。既然咁危險，入面又冇晒人，好多人都話唔應該再派消防員入去。喺過往我哋嘅火警裏邊，有好大部分嘅火警都冇涉及人命，係咪我哋就唔使做咧？如果唔係我哋同事日以繼夜喺度做，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相信呢座樓已經完全燒通頂。話用防衛定進攻策略去救火，要睇現場嘅情況。指揮官做每一個決定都唔容易，話市民未必理解佢哋嘅困難啊。連日嚟都有唔少專家話，場火燒咗咁耐，棟樓好大機會會冧。咁而呢啲咁嘅揣測同估計咧，所帶出嘅負面效果咧，對我哋前線工作人員咧係唔係咁公平？話而家棟樓仲未有倒冧嘅危機，屋宇署嘅人會喺現場睇實，如果有任何倒冧嘅跡象，會撤出所有消防員同改變滅火策略啦。